即摆要庆祝2对夫妻吼，较特别，因囝2个拢坐轮椅，所以我嘛只好下去吼。咱即摆第一对要来介绍吼，结婚65年，谢人65年，汪先生，汪起来，拜托你，跟你太太来食，好无？你甲你太太杀来食。汪先生，听讲吼，你太太是因班上吼，第一个结婚的是不是？哦，真歹势，我去调查，我去调查，是不是？你唔是唔知？哦，你唔知啊？你太太是第一个，因为班上第一个结婚啦。啊，我遮要来请教是讲，你是安怎甲你太太接着？啊，还有我第一个结婚，你会当交女友？你唔知啊？糊里糊涂就被你骗到了，就对了啊！我太太你知影无？哦，你们才我们那个是没灰狼来哦，这样子哦，这样。灰狼讲的 ，OK 好。啊，你有这65年无短的时间，你有对太太有什么特别的特点要甲大家介绍你太太？介绍太太。哎。伊是较老实啦。你老实啊，太太老实。忠厚老实啦。忠厚老实，啊，你无老实就对了。咱就是安尼吼，哦，伊比你较老实就对了吼，啊，再来，伊我老实哦，我无话讲哦，啊？后来老婆真歹看。后来我真歹看，啊，你是毋是表示你真好看？伊有什么特点？伊有什么甲人无共款？有没有对你常常拢煮较好食哦？你食？对啊，真好啊。对你真好，啊是你较歹，伊较歹？我较歹。你较歹？伊拢对不对？有什么？伊拢顺利，啊所以你再拿来拿歹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对哦，对哦，啊，咱大家爱为伊出一口气，袂使愈来愈歹。太太点，你就爱顺利，你就爱知，你爱改进，哦，啊，所以你来，咱嘛爱叫伊发誓，像遮起爱对太太较无歹，好无？你甲太太对，这个，你甲太太讲几句啊话，感谢伊大概拢，你甲受平拢甲伊接受，啊，你甲讲你真正起无要甲歹。感谢你，但是欢迎来，拢真温顺，对我真正，多谢。啊，后盖要对佫较好。咱这东方人，尤其台湾人哦，拢其实心拢足好，就是袂晓讲，袂晓讲，你也知伊袂晓讲，安尼好，转去好好练习啊，明年后盖再过来哦，多谢你，来我们家里面啊。啊，我把这个送给他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对要请苏朝红苏先生哦。他是结婚55年，我今天站在你浓我浓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，再说一遍还是不懂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你浓我浓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你说